湾好汤金砖奖票选的活动已经开始啊！各区竞争上个激烈的10全10美奖，为11月7日到12月31票选期间，咱乡亲若是有参加网络的票选，有这个机会摕大奖。有台湾文泉奥斯卡之称的金砖奖伫要登场，金砖奖的票选活动会伫11月7日到12月31举办。这一次我们也透过一些比较简便的社群软体来让游客跟我们各个温泉协会或业者能够有更进一步、更直接的一个联系。今年金砖奖分别有最佳新创奖、最佳 CP 大奖等等7大奖，透过民众票选，更有专家评比，选出上优秀的温泉区。那么我们这次在19个温泉区办理，那我想这一次我们针对整体的温泉的一个环境、服务品质等等，我们做出这一个评分。今年全台湾的温泉区拢真积极的参加评比活动，要来争取奖，推广台湾的温泉观光。华视新闻看起来，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